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南台湾变大雨。来看嘉义地区灾情惨重，这个破厝有一间超商，大水灌入去，顾客买物件拢爱撩水。另外一边的饲猪仔场，这个水淹超过2米深，有真侪猪仔只，互大水冲去死亡，损失9千万。小心地滑，直接进去。天气就算真歹，嘛是爱微微笑，心情看互较快乐。规间超商淹做水池仔，人客徛铁马赶便当，想要食一顿饱是真无简单。今朝搁看一摆，店员闭裤骹，两只脚嘛是拢浸伫咧水内。只一边落雨，就亲像风台天扫开。加在今仔日透早，积水消退真多，店员赶紧拼汤，拼出一包一包粪扫。鸡仔较低所在嘛真清空，就惊物件会阁浸水。路口嘛真凄惨，破厝低调，水淹2米深，真侪猪仔捡冲草，互猪淹死，主人艰苦到要哭，无目屎，赶紧用脚头去救，救偌济算偌济，初步估计了1000多万。大概已经先救了5、6排头猪，现在还有大概3000头，因为水还没有退，所以可能还要再等水退的时候。看有没有办法，就是赶快积极的处理。空翕来看，更加详细，抽水莫大，一直咧捧，大排水沟的水涨真悬，就算暂时无落雨，不过嘛是会当看出真危急。台北市快速道路边仔，鱼粉啊涨水，鱼仔对咧浪降酸，民众趁无雨，赶紧来掠鱼仔。这只套20斤，一只呢几多偌济啊？这只套1000几块。水灾灾情不断，引顺桥脚，粪扫坐甲惊倒人，流水亲像光泥仔直直甲，民众看甲着真惊，敢若希望灾情唔通阁继续拖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